那个，我记得应该这几天应该去趟医院了吧？上次医生说了，如果怀孕的话，应该这几天就能看出来了，对吗？嗯，等过2天，我有时间再去检查。尽快去，我陪你去。嗯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我觉得特别吉利。你怀孕了，我当爸爸了。我也知道你特别想当妈妈。哎，老婆，你说咱们有了孩子，应该叫什么名字？你决定就好。逸轩的一番话让我无言以对，我无法告诉他，其实医生已经下了定论，他是没有生育能力的人了。可是我能做的，只是在心里默默地哀求上苍，哀求老天爷可怜可怜我们，赐给我们一个孩子。就算希望很渺茫，我还是期望有奇迹的发生。不管走了多少家医院，拜访了多少专家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西医不行，我就换中医；药物不行，我就换偏方。我相信总有一条路会是对的，这些都只是老天的考验而已。为了孩子，我愿意冒险，不管是什么方法，我都愿意尝试。
怎么了？我有点累了。累了就睡吧。对不起。你好，我来拿报告。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医院做检查了，可是每次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医生，这次的结果怎么样？是不是不太好啊？这次人工受精又失败了，还是老问题，是精子的质量出现了异常。其实，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。没关系，那再多试几次吧。医生，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比较合适？我看不用来了，没有这个必要。什么叫没这个必要？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以目前精子的质量，成功受孕的几率太小，几乎微乎其微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可是微乎其微还是有希望的吧？医生，请你千万不要放弃我们好吗？我和我丈夫真的很希望有我们自己的孩子。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，其实微乎其微就是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按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恐怕你以后很难怀上孕。对不起，我们也无能为力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们可以去领养一个孩子，现在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，一样可以满足一个做母亲的愿望吗？医生的话等于宣判了，我和医轩不可能会有自己的孩子了。领养，那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啊，我不想走到那一步。我该对医轩说吗？而我的痛苦和无奈，又能对谁说呢？嫂子啊，是你啊！林总说家里的水管坏了，我过来看一下。嗨，有什么麻烦？今天仁义来家里帮忙修水管，我有点意外。不过仁义确实是个热心的好人。请看这可以吗？可以。
真是太不好意思了。逸轩他太忙了，要是等他来修，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嫂子，你说这话就客气了。平时在公司啊，林总那么照顾我，这点小事儿举手之劳。需要什么？来，我来。可是话也不能这么说，你在公司都这么忙了，家里的事情再麻烦你，真挺不好意思的。其实平时在公司啊，我林总的叫，在我心里啊，你们早都是我的朋友了。我愿意冒险，关键问题不在于你这儿。不管是什么方法，只要有一点机会，我都愿意试。最近这段日子，仁义经常给我打电话和发短信，我们也熟悉了起来。本来我只把他当弟弟看的，和他聊天总是能感觉到很放松。那些不能对逸轩说的话，他似乎都能够理解。只是渐渐的，我感觉到他有别的想法了，甚至约我单独见面。我想以后还是要保持距离比较好。仁义的确是一个很有才华又浪漫多情的人，原本我想把他介绍给爱宝的，可是他们似乎都没有这个意愿。仁义明天又约我见面了，他的热情有的时候真的让人无法抗拒。我的理性告诉我，我不该跟他走得这么近。可是我竟然会有一种邪恶的想法，要是仁义他能帮我怀上孩子，只要我不告诉逸轩，那这个孩子就是我们的了，是我们自己的孩子。可是这样真的可以吗？今天我去酒店和仁义见面了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迈出这一步。想要一个孩子的欲望，就像一个咒语一样，一步一步的把我推进这个房间。但我已经别无选择了，我真的只是想要一个孩子。很准时嘛。
进去再说吧，有人会看见的。谢天谢地，我真的怀孕了，我终于怀上孩子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我该告诉逸轩吗？可是这是仁义的孩子，对他真的太不公平了。不行，我还是应该再隐瞒一段时间。现在告诉他，他会不会怀疑呢？只要逸轩他不清楚我的怀孕日期，应该就不会被发现了吧？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我终于怀上了孩子，我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可是我的心里怎么这么难过呢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到底对逸轩做了什么？可是我真的只是想要有个孩子，想要有一个完整的家。老天爷，你可以原谅我的自私吗？南梦，南梦。今天仁义又约我了，我怀孕了，我们的关系也该终止了。哎，这是你孩子呀，都这么大了，真可爱！哇，跟林总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原来逸轩和爱宝是一对，闹闹是他们的孩子，他们才是一家人。这是你们家事儿，作为一个医生，我不应该多这个嘴。对于一个怀孕的女人来说，最起码的照顾应该有吧？我不能没有你，不能没有孩子。喝吧。瞧你，你不喝，孩子要喝呢。我们分手吧。我不可能跟你分手，更何况我们俩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你不想看到
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世界第一眼就是破碎的。我不愿意，我相信你也不愿意。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，现在在我眼里，只有你和我们的孩子。逸轩说他会放下爱宝，和我重新开始。可是看着他对我们的孩子那么期待的样子，我就越害怕。我害怕他知道这是别人的孩子，我害怕无论我们怎么努力，都回不到过去了。谁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办？来啦，重新开始谈何容易呢？我和逸轩彼此背负的罪恶感，让我们渐行渐远。而仁义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，明知道该结束，可是却又侥幸地继续着。好像和他相处，才能让我忘记逸轩和爱宝的那些画面，才能让我的心有种可悲的平衡，忘记我们已经支离破碎的婚姻。我懦弱地藏进自己的幻想里，逃避现实的烦恼和所有的恐惧。我好像已经不是我自己了，可是却仍然表面平静地过着我们的生活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？手头还有的工作没做完呢。你怎么不问我去哪了？如果你想告诉我的话，你会说的。我去洗澡了。我必须终结和仁义的关系了，为了逸轩，也为了我自己。可是该怎么开口呢？我知道为了这个家，我必须悬崖勒马。我真的
真的想要好好的和逸轩过下去。仁义约我明天见面，我必须要和他好好谈谈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结束这段关系。为了这个家，无论冒多大的风险，我都必须这么做。老头跳楼的时候，有没有仁义不在场的证据？有，当时他在给全公司的员工发一份工作邮件。哎，上个月的工作计划发我一份呗，好像是有人跳楼那天发的。我记得我看完那个邮件以后，就听说有人跳楼。这会不会太巧了点啊？邮件这种东西造假太容易了吧？
就站在那儿，别过来。你很平静，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的。这样很好。你该猜到了，我就是那个要向你揭示真相的人。准备好了吗？我很喜欢这里，安静，空气好，风景也不错，而且有这么多人陪着，也不会感到寂寞。我在这儿给自己也买个位置，就在那边，比这儿高，风景比这儿好。你说人活一辈子，忙忙碌碌的，最终不都要归于尘土吗？提前给自己买个位置，安心。最近我总来这儿转转，跟这些未来的邻居聊聊。他们人都很好，对我也好，都很有礼貌，很温和，不像山底下那些人，焦虑、暴躁、虚伪。我都有点迫不及待的想早点住进来了。不过很好，我很快就要住进来了，跟乃梦当邻居。其实我早都病了，不光心里面病了，身体也病了。病太久了，你就想早点解脱，就想早点死。死人是永远不会得病的。我一直都很羡慕他们。你该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我快死了。也许你根本就不在乎这些，不过请你相信我，这是你了解其他真相的一个起点。快死的人总是想把那些未完成的事情早点做完。
梁一，梁一，哎，其实我早都病了。 不光心里面病了，身体也病了。病太久了，你就想早点解脱，就想早点死。死人是永远不会得病的。我一直都很羡慕他们。你该明白我的意思吧？ 我快死了。逸轩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知道事实真相了。真相是什么？我还不知道。林一轩没告诉你吗？他也不知道。哎呦，真被你搞急死了！你不是说林一轩已经知道了吗？对不起，我没说清楚，是他马上就要知道真相了。你就不能一次性把话给说清楚吗？每次都到关键时候掉链子。对不起，那个我有点着急。 逸轩的原话是：昨天晚上他收到了一份神秘邮件，约他上午去见面，把事实的真相揭示给他。他现在已经去了。神秘邮件啊？这个时候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神秘邮件？谁发的？我要知道就不是神秘邮件了。你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？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想想啊，这件事情咱们已经调查有一段时间了，虽然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。 但是我们可以断定，爱宝继父的死肯定跟仁义有关。如果真的有一个神秘人的话，而且他早就知道真相，他为什么不之前跟我们说，非要在这个时候我们马上就要成功的时候才来揭秘？而且他知道真相，他大可以去公安局报警，为什么要神神秘秘的私底下跟林总揭秘呢？我怀疑这个可能是个圈套。我觉得你分析的有道理。 那林总怎么说？我想他并没有想清楚，他是觉得先见一下那个神秘的人，如果他是真心诚意的揭示真相的话，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去公安局报案了。现在重要的是看住仁义，别让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跑了。我觉得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现在这个时间，仁义肯定在公司上班，我们两个想办法堵住他。 好，下面我向你揭示第二个真相。我不是爱宝的丈夫，我是他哥。很奇怪是吗？别说你了，就连我这个局内人。 我都感觉挺不可思议的，但是它确确实实的发生了。我们拥有同一个爸爸，不同的是，他妈是我爸的情人，我妈是原配妻子，很有意思吧？两代人的故事，竟如此的相似。 就像你，还有乃梦和爱宝。如果乃梦能活着，他的孩子就像我；爱宝呢，就跟他的孩子很像。林总。
你觉得人活着幸福吗？我觉着一点都不幸福。谁不想有一个完整的家呀？可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大家就不在乎这些了呢？爱宝他跟我说，他的童年都是在无限的等待中度过的。我也是，搬个小板凳，坐在胡同口，坐在院里，坐在屋檐下，等爸爸。事实上，谁都不曾真正拥有过这个男人。无数个夜晚，我都看着我妈在那儿哭。我跟我妈说：“你跟他离婚吗？咱们离开他照样活。”但事实告诉我们，我们离不开他，他也离不开我们。我小时候我就想，可能我爸同时爱着2个女人，而且都是真心的。这个你应该有体会吧？就像你同时爱着乃梦，也爱着爱宝。但是爱一个人，真的可以成为伤害另一个人的借口吗？我小时候看那些电视剧、看书，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以爱的名义去肆无忌惮伤害人的人。可我现在不敢了。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，甚至比他们更恶劣、更过分。咱们就这么等着？是啊，要不然能怎么办？你能确定只有这么一个门吗？所有人都在那个门进进出出。你确定？当然，我以前在这边上班。可是咱们能肯定，仁义现在在这个楼里。我怎么就没想到？我想想。哎，这样，你上去看看去。我？哎呀，肯定是你啊，不能是我吧？因为仁义认识我，他看见我的话，我不是露馅了吗？一轩说仁义派私人侦探跟踪过我们。没事儿，你上去看一眼，不会被发现的。去。好吧。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？请问你们老板在吗？
我是他的一个朋友，找他有点事儿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老板今天没在。那他今天会来公司吗？对不起，这个我不清楚。哦。怎么样？仁义不在。你说那个神秘人，该不会……仁义？他们约在哪见面？墓地。林总现在很危险，我们必须要赶快过去。不接吗？接吧。他们现在一定很担心你，怕你有什么意外。你可以告诉他们，其实你很安全。如果你相信我的话。喂，林总，您没事吧？你要小心，这都是仁义的阴谋。我没事儿，我正和仁义在一起呢。你放心吧。后来我爸死了，死在他心爱女人的床上。法医说是心脏病突发，所有人都相信了，但我不相信。我就寻找真相。最后真相我找到了，是爱宝的妈妈沟通爱宝的继父，做了手脚，伪装成我爸是心脏病突发。可是真相找到了，我却没有当年复仇的欲望了，也就搁置下来。后来我妈死了，我得了绝症，我觉得我的人生没什么意义了，就想找一个最亲近的人了去余生。你让我去这程度啊？我就找到了爱宝，他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你去吃别的，好，我带你去吃别的，好。我跟踪他，偷拍他，观察他，给他拍了特别多的照片。你不也喜欢拍照片吗？给爱宝拍了那么多的照片，甚至奶梦发现你跟爱宝的关系也是通过一张照片。照片真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定格我们人生中那些快乐或者悲伤。我就想留下那些美好，我想给爱宝多拍点照片。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，
而且这么做是徒劳，但我还是坚持要做。当时你和他为什么不相认？我想他也需要你这么一个哥哥。他不需要。为什么？他需要的是一段正常的关系，平凡的生活，而不是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。这只会不断地提醒他那个畸形的家庭。你们现在的关系不是更加畸形吗？我的能力有限，为了能照顾好他，我已经把我能做的都做了。对于你，我对爱宝的伤害会大得多。还是听我把故事讲完吧。几年前，我在医院住院，来，爱宝，喝点水。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今天晚上你会在这里陪我吗？行，我陪你，我陪着你。小孩儿。爸，你叫什么？我叫你爸啊。我有那么老吗？我长得像你爸？那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喜欢你。还是听我把故事讲完吧。几年前，我在医院住院，
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今天晚上你会在这里陪我吗？行，我陪你，我陪着你。小孩儿。爸，你叫什么？我叫你爸啊。我有那么老吗？我长得像你爸？那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喜欢你。我妈她和我爸在一起，没有名分，她很恨那样的生活，于是她把怨气都出在我身上。所以我一直很喜欢我的爸爸，因为只要我爸回来的时候，我妈她就会对我特别的温柔，对爸爸也特别的温柔。我一直希望我爸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因为这样我妈她就不会乱发脾气，我就能拥有一个正常又幸福快乐的家庭。那天在医院碰到你们，并不是什么巧合。实际上，我已经在那住了挺长时间了。在那儿等死，血管里的病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。如果没有这个妹妹，我可能早都烂死在那个角落里了。看到你跟爱宝在一起以后，我踏实多了。爱宝需要一个爱她的人来照顾她，对她好。我以为你是那个最佳的人选，但最后你们还是分手了。
进到我家里吧。